好，来继续来看真出名的网红凤梨王来。15号暗时，赛车伫嘉义市的博爱路去互开枪，这歹道骑机车，短3秒连扫12枪。当时这个王来甲伊的太太伫车顶，并无受伤。也毋过这歹道袂输无政府的共款，无咧惊半人，公然伫大街路顶就开枪，嘛伤过唱手咯。警方是锁定枪手，全力追捕。 网红王来甲因太太驶一台乌色尼摩车要转去，有一台乌托摆为正边挖近，随来就听到10外声的枪声。速度放较慢的来看，枪手开枪时，枪口有出火，短3、4秒钟尔，向这台车一直拍。一架保姆车过来。 为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枪手是倒手举拳，连开几啊枪了后走去，几路人拢着惊一直回头。其实代志发生前，说出来你们也不信，叔叔第一次吃这个回转寿司。 15暗时，网红王来甲因太太伫家己博爱路2段食寿司，过程搁发限时动态，敢若就是安尼暴露伊的行踪，假煞互人锁定，一直甲对差不多750公尺以后，伫大路连续开枪，真明显是伫甲警告，虽然讲无人受伤，敢若着惊尔，也毋过枪手这款的行为，警方已经锁定。路上遗留12颗弹壳，那涉嫌开枪的男子骑乘机车逃逸。 那本分局已组成这个专案小组，被害人已到这个分局来到案说明哈。昨王来破2摆文章，先感谢各界关心，真实的讲占用版面，先照顾好亲人。后来伊佫写讲，好不及家人，这款动作有较超过，短过字看起来真沉重。 妈，规工去我抹乌啦！啊，无呀，内底就是钱，你看拢是钱，掠着我即马随报去。卖车啦！伫部影片有伊特殊风格，佮会时常跨界徛台拍片，并且更加有超过100万的支持者。即摆被公然的开枪，到底伊的动机是啥物？警方唔敢大意，会继续对战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